Good morning, everyone！ 大家好啊！我立了个 flag， 从9月份开始，我一定要每天都更新这样一个视频，来跟大家聊一聊。那今天的话题呢，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会问我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学外语，尤其是英语，有什么更好、更有效、更快速的方法去学习这个，能提高自己的水平？但其实对于我而言，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、特别快速的学习方法。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去做啊！你做了以后，你开始学习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你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，然后 case by case 每一个问题具体去解决。所以其实有那么一少部分人，他们还没有开始学习，或者还没有开始去着手去做这件事情，就开始寻找最有效、最快速的方法去完成它。但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第一步要去做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，那大家可以照样可以把它留在我们的评论区，并且把它翻译出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o it is to do it. See you.